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早端午节快乐！今日咱要来进入天母台后书的讲托，咱要来再去请顺进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好，咱同心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你听阮，阮兄弟姊妹的心透早就要来渴慕亲近你。感谢上帝，你赏赐忠心的萝卜淡薄师，尽心尽力来牧养你的羊群。亲爱的主，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对呢，那亲像伫天呢。主啊，我愿意用敬虔学习、尊谈保罗你的教示，互阮更较深来认捌福音真理。求你互阮一个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的名。阮愿意用敬虔来服侍你，伫得时不得时，拢会通瓦靠相信你所赏赐我的恩赐，为主好胆来做见证，帮助这个土地百姓，拢通来认捌你。我要为着今仔日几项事来代祷。青年牧区伫苗栗2天的退休会，同工有好的领袖，甲新的意向，帮助教会大楼今仔日的消毒、水塔清洗拢顺利。积极休假，兄弟姊妹出入，拢有主的保守，上帝带领，拢平安甲喜乐。愿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阿门。多谢顺进长老。咱今日要来读的是提摩太后书的第1章，要对第1节读到14节。要来请嘉信长老带咱大家来读这段的圣经。大家平安，咱三个来听上帝的话。我是保罗，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来传上帝所应允，因为甲基督耶稣结连才有的话名。我写批互我所听的囝提摩太，愿被上帝甲咱的主基督耶稣赐你恩典、怜悯甲平安。我感谢我甲列祖同款用清气的良心敬拜的上帝。我明日祈祷的时，少念你无煞。我想到离别的时，你伫流目屎，就真爱见你，通互我充满欢喜。我会记得你有纯真的信心，这个信心你伫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幼年期先有，我相信现在你嘛有。因为安尼，我提醒你，我甲你按手的时，上帝互你恩赐，就互伊亲像火搁倒起来。因为上帝互咱的互咱的毋是惊吓的心灵，是快乐、仁爱甲自制的心灵。第8节，所以为着咱的主做见证，毋通感觉见笑，嘛毋通因为我为着主做求还来感觉见笑，就照上帝所赐的快乐，为着福音甲我做伙受苦。上帝救咱，警调咱做伊家己的子民，毋是根据咱的行为，是照伊家己的旨意甲恩典。这个恩典伫万世以前，通过基督耶稣赐予咱。这个恩典现在通过咱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已经实现。基督已经毁灭死亡，佮通过福音将未败坏的话名显明出来。为着这个福音，上帝任命我做传道者、使徒佮教师。所以我才得受苦，总是我无感觉见笑，因为我捌我所信的上帝，嘛深信伊会保守伊所交托我的，直到迄个日。
就用你对我听到这健全的道理做模样，坚持咱基督耶稣结连来得到信心甲仁爱，就固守通过点伫咱内面的圣神交托予你的美好的信息。以上。好，煞正咱要来请咱钢琴的陈牧师来甲咱大家来分享今日的信息。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对今仔日开始，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后书的这个讲托。咱对这个提摩太前书，咱已经看到上帝通过保罗爱提摩太真侪伫教会以弗所教会爱注意的代志。提摩太前书是一本领袖手册，提摩太后书是一本战斗手册。提多书是一本行为的手册，主题是写予提摩太前书写予同工，提摩太后书是爱伊注意对德，提多书是出自保罗的命令，三本的批信写的地点嘛无共款。提摩太前书较早，提多书较慢，然后提摩太后书是上后才写的。当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时，伊所拄着真大的挑战。咱知影使徒行传28章，保罗伫罗马关家出来了后，伊有去到伫以弗所，然后佫去要哥罗西，伊将提摩太留踮伫以弗所的所在，佫对哥罗西去到伫马其顿的腓立比，伫腓立比遐来写提摩太前书，写予提摩太管理安怎样来治理以弗所教会，然后。保罗伊个对腓立比、哥林多来到伫以弗所，佫坐船去到伫格里特岛，就是一个格里地，然后伫将提多留踮伫克里特岛，然后保罗佫去到格林多。伊踮格林多的时阵，保罗就写即封提多书，写予人伫克里特的提多。然后保罗离开格林多，去到伫尼哥波利。伫尼哥波利的所在，伫遐过冬天，有可能伫春天的时阵，伊要一个更较远的旅行，就是去到伫西班牙，会当对罗马人书看到保罗有即个计划，所以伫保罗去对提摩太前书到提摩太后书的这段时间，犹原是尼禄做皇帝，但是尼禄伊是伫主后54年到68年来做皇帝。然后伫主后64年，一个真大的代志，就是7月18号伫罗马发生一场大火烧。这个火烧5天，罗马城14个区域的中间有3个全烧去，有7个所在重伤。然后真侪人去猜测为什么有这场大火？上侪的这个上介侪猜测，就认为讲这是尼禄皇帝伊要嫁祸，将这个这个代志呢，嫁祸赖予基督徒，所以对迄个代志以后呢，基督徒本来是受到犹太人的迫害，但是即马受到罗马帝国全面的迫害，所以保罗伊有可能是伫有去西班牙，无去西班牙，这个中间罗马来发生这个火烧的大代志。然后咱有看到保罗佫踮伫哥林多，将以列多留踮遐，伊人去到伫米利多，伫米利多将特罗菲摩留踮迄个所在，伊去特罗加，去特罗亚时阵，然后伊就向掠起来，所以留落伊的外衫、伊的册、甲伊的皮卷，就是要写的批信，然后人就去掠到伫罗马的监狱，这嘛是保罗第二次圣经看得到的第二次去到罗马。第二次在罗马监狱，无共款是头一届是家己做出，第二届呢是伊受关押伫罗马的地牢，伫迄个所在来写提摩太后书后书，来写提摩太，另外嘛伫罗马来顺道。今日去了罗马参观，又会当看到这个教堂，这个教堂就是关彼得甲关过保罗的这个地牢，这个地牢顶悬已经变做礼拜堂，上悬的是大教堂。下底呢是小教堂，
但是这个关的地牢是这涂骹地下，好是一个地牢。这个地牢呢，好只有一个出口，好内底，好有可能就是保罗受了了后，伫这个所在来写提摩太后书的所在，好是一个无只有一个出口，好其他拢是封闭。然后是一个黑暗的所在，是一个真实的所在，佫是一个足垃圾、真臭的所在啊！保罗伫这个所在来写这封批信给提摩太。提摩太后书比前书写了佫较清楚，因为这本册是保罗出家了后，伫报道中间突然放掠，然后伫家佫一摆伫家家中间写给提摩太。伊家己嘛知影伊在世日子无长，将上要紧的代志爱对提摩太来交代。所以嘛，当讲是保罗的遗书，这封批信讲到爱坚持、爱忍耐，劝勉提摩太唔通行艰难，爱到死到落尾都爱忠心来见证耶稣基督，坚守基督的福音甲纯正的道理，爱担任教师甲传道的责任，劝诫提摩太唔通插到这无知的辩论，希望提摩太掠保罗做模样，也是保罗的信心忍耐挺身。坚忍忍受患难迫害，保罗一生差不多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摆传福音的机会，甚至受掠、受关、受审判、审问的时阵，伊嘛拢尽力将福音传好，未听过人。保罗嘛勉励基督徒唔通掠为主做见证、做见效，就要努力做上帝贵重的器具啊！所以今日咱读的这个第一段，是1章11第1节。到14节一开始2节是保罗的请安，伊写俾提摩太。3节到5节是保罗为着提摩太的信心来感谢上帝。特别伫第4节讲，我一想到你的目屎，这个目屎检测就是提摩太顶一回甲保罗最后一届离会时所流的目屎，有可能是伫以弗所，有可能是伫其他的所在，所以保罗记得伊的目屎。然后6节到10节，保罗记得提摩太。爱勇敢来服侍主，特别讲起伫第6节讲，爱将过去上帝透过我甲你换手，互你的温顺，互伊亲像火锅倒起来，就是重新点燃，重新互伊点倒起来，唔通因为保罗受怪甲即个热心就放弃。然后第10节所在，嘛有讲到，这个稳定现在通过咱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实现，基督已经毁灭死亡啊，把死废去，佮通过福音将未败坏的画面显明出来。一旦对照着哥林多前书15章、希伯来书第2章，上帝安怎通过基督来赢过罪恶，赢过死亡，废掉死亡的权势。然后第11节到14节讲到保罗用家己做模样。吩咐提摩太爱我靠信心来轻调这个道理，嘛爱为着来守调这个美好的事啊。所以伫12节遐讲到所以我伫受苦，我无感觉计较，因为我把我所信的上帝嘛亲信，伊会保守伊所交托我的直到迄日，迄个日，那日就是指。耶稣基督过来审判的日，嘛是提摩太前书最后一章，保罗所讲起的。然后伫这个13节，这个所在有讲到，就用你对我听到遐健全的道理做模样，和本翻成规模。这个规模伊的原来意思就讲，一个蓝图、草图，也是标准，轮廓定价的，所以就是保罗家己。就是这个模样，然后爱交托，吩咐提摩太，就爱守掉。伫这封批信，保罗一开始就讲到我，所以我是保罗，我奉上帝旨意，我写批互你，我亲爱的囝，我感谢上帝，我甲你做同款，我入眠祈祷，我迫切想要见你，我会满心欢喜，我会记得你，我提醒你，我。拢是用第一人称，所以这是保罗伊心肝对的话，将伊心咧讲的话，拢写伫遮。第二，咱看到就是你是啥呢？你是我亲爱囝提摩太，所以保罗提摩太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愿上帝稳定怜悯，平安互你。然后佮讲到，想到你流的目屎，我想要见你，看到你，我会记得你的外妈，你的老母，拢伫你的心。所以
保罗，过来就是提摩太，两个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第三个就是阮也是咱，上帝赐予咱的神，互咱袂惊吓，互咱充满快乐，毋通将咱为主做见证当做见笑。上帝拯救咱，好掉咱，毋是咱有好所行，所以咱就是保罗、提摩太。包括所有做伙传福音为主做工的咱，就是这个人。然后咱看到嘛，佫看到另外一个三位一体，就是上帝，信拜上帝。我奉上帝旨意，我宣布上帝最耶稣的应允，愿拜上帝。咱所敬拜的上帝，还手时阵，上帝互你的恩赐，上帝赐予咱无惊吓。上帝照伊所想说快乐，上帝救咱，说上帝主名，注入上帝旨甲恩典。上帝伫万世以前就通体这恩典互咱。上帝指派我也相信上帝会当保守伊所交通我的。所以看到圣父，过来咱嘛看到圣囝耶稣。这耶稣基督的使徒，耶稣所应允的新的话名，耶稣赐的恩典、人民平安。为耶稣做见证，毋通做见笑；为主的缘故做受烦，无见笑。咱的救主耶稣基督耶稣，主过来的立，甲基督耶稣结连。过来就是信爸、信囝甲信神。信神一开始就讲，伊所应允的新生命，就是属灵的生命。然后佫看到信神的恩赐，信上帝的神，他的灵，互咱快乐，圣灵的大能，力量。然后，互咱将福音、将未朽烂的生命，就是灵，就是活命活出来。14节嘛讲，爱通过就伫咱内面的信心，交托互你美好的信息咯。所以信爸、信囝、信神，保罗我甲提摩太你，甲咱做伙每一个人，我们。所以这伫遮当做对照。所以保罗一开始这个批信，伊用真短时间，就是伊就讲到。伊甲保罗甲提摩太，甲同工的关系嘛，讲到三位一体上帝关系，这个呢，嘛是保罗即马人伫家甲中间上需要的信心咯。伊遮嘛讲到几啊位讲到信心，是老母的信心，阿嬷的信心，讲到确信，所信靠的、所亲信的，用得到的信心咯。遮因为保罗人即马伫家甲中间，所以伊上界需要就是爱继续保持即个信心。嘛是伊伫即个第一章的中间，也特别几啊遍连续几啊道提起，就是即个提起即个信心，是即马保罗提摩太非常强调所需要。伫即段的中间，咱看到三个重点。头一个就是上帝还手互你的恩赐，你爱互即个恩赐像火共款。即个第6章，就是爱搁。互伊亲像火搁倒起来，要使它像火一样燃烧不息。第二个是第8章，第8章讲，照上帝所赐的快乐，为着福音，甲我做伙受苦，为福音分担苦难咯。这是保罗第2个重点。第3个重点是13节，就是着因你对我听到遐健全的道理做模样。坚持咱甲基督结连来得到的信心甲仁爱所以爱守住跟基督连结所得到的信心与爱心。所以这三个重点是保罗伫这个开始的中间，伊就爱互提摩太会当知影，是通过三位一体，也是通过每一个同工所做伙来领受的。今日这段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有信息内面就有2首圣诗第一首圣诗就是这个532首我灵救主无惊见笑。虽然这个出处呢，经文是出自哥林多前书但是放伫提摩太后书，而且这首诗嘛是马该常常伫逐所在伫庙口咧传福音伊拢会是来唱这首诗我灵救主无惊见笑，好打干净道理，好打干净道理，报扬耶稣恩典奥妙，欢喜叹伊假时，欢喜叹伊假时，欢喜叹伊假时。我灵救主无惊见笑，
好打干净的理，好打干净的理。所以这首诗是对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来的。有另外一首咱嘛足熟的诗，是452首。我上帝听谈太话遐大，452首。上帝听谈，太话遐大。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深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的高希日。是提摩太后书这个第一章第12节，这是452首旧圣诗，新圣诗已经换了另外一首。但是这两首诗呢，拢会当看到保罗、提摩太甲所有的基督徒为上帝做工这个心志。今日这段圣经分做3段，头前讲就要将温数亲像火搁点倒起来，然后第2段讲要为着福音同齐受苦，第3要我靠信心来守掉迄个好的道理，将这个火搁倒起来，就是信心的传承。不是惊吓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为着福音受苦，咱就是唔通为主做更尽，掠主为主做更尽，做更小。爱知影所信的是罪，嘛亲信伊会保守咱伊所交托咱的咱所交托伊的，直到耶稣过来迄日，然后爱靠信心守掉迄个好的道理，纯正话语的规模，嘛爱守掉带伫信内面的信心，唔通消灭圣灵的感动，唔通信心花去。然后嘛要守掉所交托你这个好的道理，不管保罗即马是伫加甲提摩太，唔免惊，唔免论，继续将这个道理传出去，为主做见证。今日根据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7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因为上帝互咱的不是惊吓的心灵，是快乐仁爱甲自制的心灵。For the Spirit God gave us does not make us timid, but gives us power, love, and self-discipline. 咱今日分享到这，咱做伙来祈祷。阿爸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看见保罗伫罗马的监狱中间，伊知影家己拄着真大的危机、危险，甚至是真凶猛的这的攻击，总是上。保罗犹原通过信父圣兄的信心，犹原孝念伊属灵的囝儿甲同工，犹原用信心要继续为主来做见证，用伊的生命来真正迄个好的真正。也求上帝帮助阮，互阮得时无得时，拢爱将福音分享互人，也互阮真正无掠福音做见效，互阮为着传上帝国。来当作阮一生上要紧的事，也互阮会当来真正迄个水的真正，会当来知影阮所信的集水，也知影上帝会保守伊所交托咱的，直到耶稣基督过来迄日，也愿上帝你的话成做阮的快乐帮助，安尼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大家平安，平安，平安。平安，祝大家端午节快乐，肉粽节快乐，平安。肉粽节快乐，平安。谢谢老师，拜拜。平安。谢谢。